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an 空睇嘅 YouTube Channel。Google 發佈新一代嘅圖像生成模型 Nano Banana 2啊，咁今集啦就同大家分享香港用戶點樣免 VPN 啊，就可以輕鬆整到圖片啦，同親朋好友分享你嘅作品啦。咁今集啦就同大家嚟一個教學啦，再去探討繁體中文字形係唔係得到真正嘅解決啦。講到 Google AI 生成圖像，相信大部分人就會諗到 Gemini 嘅 AI 助手啊，但香港用戶就用唔到，需要兜 VPN 就好麻煩。咁其實啦，有一個好低調方法俾香港用戶直接用得到，答案就係平時用嚟搜尋嘢嘅 Google.com 啊。咁陣間就教你點樣做啦。咁冇錯啦，而家可以生成各式各樣嘅圖片，就好似左手邊嘅四格漫畫，圖文並茂，又或者右手邊 infographic 啦，一樣都可以輕鬆搞得掂嘅。咁陣間我都會教大家點樣去做噶啦。除此之外，今集所分享嘅免 VPN 方法，大家無需擔心啊，功能有蝕底嘅，因為啦已經升級做最新嘅 Nano Banana 2模型啊，正式名稱就叫做 Gemini 3.1 Flash Image 嘅。咁啊主打啦中文字體就更加精準，但係有冇錯呢？一陣間都會同大家探討埋嘅，而且咧成本更加低，畫質更加好，仲可以做到啊高達5個角色係一致嘅。咁對於香港用戶嚟講啦，今日分享方法係完全免費、免 VPN、免裝 App、免註冊啊，方便過晒其他 AI 助手啦。原來咁方便又咁正，相信大家已經聽到心喐喐。咁廢話少講，立即開始今集嘅教學啦。第一步啦就好簡單嘅，就開啟平時用開嘅瀏覽器啦，手提電話、平板電腦又或者手提電腦都 OK， 就去翻你平時搜尋嘢嘅 Google.com 啦。入咗 Google.com， 你就會見到非常之熟悉嘅搜尋頁面，日日都對住啊，點會唔熟啊？就去翻輸入文字嗰欄啦，右手邊第3粒掣就黃色箭嘴指住嘅，咁有一個嘅放大鏡啦吓，右手邊啦有個十字星星，就撳一下呢粒掣就能夠進入 AI Mode 啦。開啟咗 AI Mode， 中文叫做 AI 模式，就會進入一個 AI 助手嘅對話頁面啊。咁同平時玩開 ChatGPT 啊、Gemini 嗰啲啦，就好相似嘅。喺呢個時候，你望望下面啦，就寫住提出任何問題，咁大家啦就可以撳一下輸入你需要嘅指令。咁呢個時候啦，就麻煩你哋撳一下對話嘅欄位啦，咁就黃色箭嘴指住個部分。當你撳咗一下之後啦，下面就會彈咗一個加號掣，就喺左下角嘅。咁大家啦就撳一下呢個加號，就黃色箭嘴所指住嘅部分啦。當撳咗加號之後，就會彈出3粒掣俾你去選擇噶。咁分別有上傳圖片啦、上傳檔案同埋生成圖片啦。咁遲啲啦，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功能點樣去用。咁而今集嘅主題係幫大家生成你所需要影像啊嘛。咁當然就撳翻生成圖片。咁有人啦就會好奇啦，咦？點解左手邊啦會有梳蕉啊，有碌蕉啦就剝咗皮嘅？咁呢個啦就代表啊 Nano Banana 嘅模型啦。咁冇錯啦，今次教你嘅方法係可以用到最新嘅 Nano Banana 2嘅。當你撳咗碌黃色剝皮香蕉，你就會見到出現咗個圖片公仔啊！呢個時候啦，就代表住你已經開啟咗圖片生成模式，然後啦就輸入翻你所需要嘅圖片啦，就係你嘅文字指令啦。咁今次示範啦就比較簡單，就一張4格漫畫，輕鬆介紹 Nano Banana 嘅常見功用。咁完成你文字指令之後，就撳右下嗰粒藍色箭嘴掣啊，就將你嘅文字指令傳送出去啦。收到你嘅文字指令之後，就好似茶樓伙計收到你張點心紙啦，佢就會開始為你製作你所需要嘅圖片啦。但係生成需時啦，大家就要俾啲耐性去等待一下嘅。咁我試過啦，退出咗個頁面去做其他嘢呢，有機會啦就係會 error 嘅。咁所以建議大家生成期間啦，就 hold 住呢個畫面，等佢完成佢嘅製作。咁一般嚟講啦，都係1分鐘以內就搞得掂噶啦。
AI 完成製作之後，就會同一個頁面展示出你嘅成品啦。咁好似右手邊咁啦，就會寫住以下是生成的圖像，咁就有我呢張4格漫畫噶啦。喺圖片下面啦，即係右下角啊，就2粒掣嘅。咁第一粒啦就分享掣，可以即時啦透過 WhatsApp 啊、email 向其他人分享，又可以啦撳一撳右手邊粒掣啦，就可以將呢張圖啊下載落你電話嗰度噶啦。咁當然啦，下面都戴翻定個頭盔嘅。 AI 生成嘅圖像啊，可能不正確啦、具誤導性或者令人反感嘅。咁呢啲 AI ethics 嘅嘢啦，有時候都要講得好清楚嘅。收到圖片之後，大家可能對於一啲內容感到唔滿意，又或者想去修改、微調一啲細節位嘅，咁呢個時候啦，就可以繼續透過文字指令啊，同 AI 去溝通，話俾佢聽你想點樣修改，然之後啦，佢就會提供一張新嘅圖片俾你嘅。就好似呢個示範啦，就剛才4格漫畫，原先呢個女仔係着粉紅色衫嘅，但係啦，我就話俾佢聽，我希望換成紫色嘅衫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就可以維持翻文字啊，其他嘅位呢係一模一樣，淨係件衫啦就變成咗紫色啦。好啦， AI 圖片生成教學就大功告成，就係咁簡單。下一部分啦，就同大家講講點樣製作一個資訊圖表啊。咁相信大家啦，依家喺 social media 啦，都好容易見到右手邊呢類 AI 製作嘅資訊圖啊，圖文並茂啦，而且好精美，有時候啲畫風啦都幾靚嘅。咁其實一樣啦，都透過翻文字指令啦，話俾佢聽你想製作一張點嘅資訊圖表。咁記得啦，話翻俾 AI 聽，你係需要製作一張資訊圖表嘅。咁但係就咁俾個指令啦，就好空泛嘅，佢可能啦就網上揾資料幫你去搞，但未必啦符合你嘅心水。咁假如你心目中已經有指定嘅內容啦，同埋方向啦，就最好同佢一一講清楚啦。咁好似今次嘅 example 咁啦，大家見到我就要講明啦，係蘇閃儲值卡，每張卡賣幾多錢啦，頭30日有幾多數據同埋通話用量、速度啊、網絡啊，同埋支援自助攜號轉台，我就話俾佢聽有啲咩 main point 喺入面嘅。咁呢個啦就係我嘅成品啦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其實都係集齊晒我剛才所提過嘅重點噶啦。咁有時候如果你心裏面有特定嘅模式、特定嘅內容框架呢，就記得講得詳細啲，你接住去走啦。順帶一提，爭啲唔記得講，睇完今日呢條片啦，相信大家急不及待啦，立即去整圖嘅。咁初時玩啦，梗係好開心、好興奮啦，就整好多去試唔同嘅嘢。但係免費用戶啦，每日最多20張嘅啫。咁所以大家製作嘅時候啦，都要留意住。但係呢，換過部機又從頭計過，又一條好漢噶啦。咁所以大家可以平板電腦啊、電話啊、電腦拎晒出嚟，咁其實就可以一日整到好多張，玩到好多嘢噶。嚟到今集最後一個我想探討嘅問題啦，咁過往啦用 Gemini 或者其他 AI 啦去製作一啲含有中文字嘅圖片都好容易好頭痛㗎。咁之前啦一個好朋友就同我分享，佢媽媽啦就想用一啲 AI 嘅工具啊去製作一啲賀年嘅祝賀語圖片啦，但係整嚟整去就發現啊，啲中文字體都係走樣，又或者出現咗啲從來未見過嘅怪字啊，好想翻小學從頭讀過一次嘅。咁啊，今次 Nano Banana 2啦，就係主打一個特色，就係中文字走樣嘅問題啦，係改善咗好多。但我講明先啦，係改善咗好多，但係全面解決係咪唔會再出現呢啲怪字呢？答案就唔係嘅。咁依家就俾個示範大家睇啦。咁好似啦，我就叫佢整一個漫畫啦，就係講翻 Nokia 電話沒落嘅原因啊。咁大家見到呢張圖，哇，真係好靚喎！部 Nokia 3310啦，又可愛又像真又 Q T， 連埋部 iPhone 又整得好好睇睇嘅。咁而且啲內容啦都非常之正。咁只不過大家放大張圖望下，就會見到啲奇怪嘅中文字啦。咁啊，有啲字呢我都認到嘅，好似右手邊離開嘅離字啦。但係都唔知點解走樣變成咁啦，或者下面啦個就字咁都係怪咗嘅。咁而甚至乎啦，個的字後面嗰隻字呢，我都唔知咩字，從來未見過嘅。咁而且有時啦都可能出現一啲語意不清嘅情況。咁好似 Nokia 的乜嘢情嚟呢？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咩意思噶。
了解完中文字走樣嘅問題啦，所以強烈建議大家生成之後啦，就最好放大逐隻字 check 清楚先至好出街。都係呢個原因啦，令到我目前都比較卻步啊，係透過呢個方式係製作我網站嘅插圖啊，又或者 social media 上面嘅插圖。有時候啦，我覺得啲中文字寫錯咗咧都幾尷尬嘅。好啦，咁講就咁講啦，咁期望啊嚟緊技術啦會繼續進步，總有一日啦係可以100% 中文字都會啱晒，我相信喺可預見將來呢一個係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最尾啦，其實市面上都仲有好多免 VPN 嘅圖片生成工具啦，我會形容為新圖工具啊，因為如果識用新圖工具善用得好啦，呢啲免費工具隨時由新圖工具變成你嘅生財工具。咁但係點樣應用，點樣去賺到錢呢？就靠翻你哋發揮你嘅小宇宙啦。咁好似 Grok 嗰個圖片生成工具啦，我覺得喺人像處理嘅像真度啦，去運算速度啦，同埋同時提供多張圖片俾你去選擇，而選擇咗圖片之後，仲可以再進一步變成一個6秒嘅影片呢，呢個係做得非常之強勁，咁所以啦都推介俾一啲有興趣啦，再去發掘更多新工具嘅朋友啊。咁另外啦 Copilot 啦都係一個幾做得唔錯嘅融合嘅。咁圖片質素高唔高呢？我認為而家比過往啦就進步咗好多，但係比起 Gemini 啦同埋 Grok 啦都仲有一定嘅進步空間。但係佢勝在啦同 Windows 嘅整合度非常之高，即係 Browser 啦，你可以撳一個 Copilot 掣又可以出到嚟啦，喺 Office 啦 Word 啊 PowerPoint 啦，撳一下又可以叫佢幫你生成圖片，就慳咗好多時間。咁尤其是有時 OT 啊趕時間呢，都係幾唔錯嘅選擇啊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其實市面上都仲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工具。咁有一個叫 Poe 嘅 app 啦，咁裝落去都有唔同嘅生圖模型可以俾你選擇嘅。咁所以大家有時候放假得閒啦，又或者無聊坐緊地鐵坐緊巴士嘅，咁都可以開下呢啲工具啦，試下生成唔同圖片啦，生成下唔同嘅 prompts 嘅，咁慢慢去琢磨自己寫 prompts 嘅技巧。咁當然啦，都係越詳細越仔細呢，咁張圖啦就越符合你嘅心水啊！即係好似有時候入一間餐廳，你同佢講，喂，我要一碟揚州炒飯，咁啊佢就 random 按佢心水炒俾你，但未必符合你嘅要求噶嘛。咁大家要同佢講啦，我係要少鹽嘅，少油嘅，要多青嘅，我要蝦要火腿，但係呢，我就唔要粟米同埋青豆嘅。咁先可以做到一碟符合你心水。如果唔係啦，喺唔知情況之下抌咗啲粟米，抌咗啲青豆，你食到唔開心，咁我都幫你唔到噶嘛。咁所以使用 AI 啦，無論係做文字也好，做片都好，定係做圖都好啦，都係嗰句嘅，你嘅指令即係你個 prompt 越清晰、越具體、越仔細，講出你要乜唔要乜呢，佢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啱心水嘅成品。咁越 general 嘅嘢，越簡短嘅嘢呢，你就承受一定嘅風險啦，就係出嚟嘅成品啦，唔符合你嘅心水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啦就講到先啦，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希望幫手 like 翻條片啦，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，仲有follow 埋我哋嘅新 channel 啦 AIMHT 嘅。咁嚟緊啦，都諗緊有咩更多 AI 嘅分享可以同大家去講啦，試玩啲更加得意、更加有趣嘅嘢。咁如果大家對於 Grok 生成影片最新功能啦，仲可以將佢提升個解像度，仲可以揀埋條片嘅比例嘅。咁大家有興趣想知、想睇呢啲教學啦，就記得同我講喺下面啦，留言就同我講翻啦。